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出现着随机攻击的事件。有一个女网友伫网络来发文章，讲伊要到中和的捷运景安站来坐捷运，有一个生分的女子一直甲挖过来，然后竟然出手来摸伊的腹肚，伊竟惊腹肚底5公分大的水流会破掉，是当场着青镜喊出来。事后才知影，毋那伊一个尔，互攻击的总共有3个人。警方调监视器，找到35岁女嫌犯。这个嫌犯讲，伊当讲只是过路，已经袂记得家己有做过啥物代志咯。监视器画面翕到，伫咧捷运站门口有一个穿乌衫的小姐行路转来转去，两只手搁一直挥来挥去，经过民众拢赶紧闪开，因为伊竟然出手甲民众拍。陌生女子随机攻击的地点就在景安捷运站的门口，而且这里只有一个出口，不管什么时候人都非常的多，随机攻击也吓坏了附近民众。如果是我会很凶悍的再弄过去这样子，然后旁边应该有人会来搭救吧。那碰到的话，人多的话，一定是要众人对付他一人啊，就是不要像说什么一个人杀了几个人都不管这样，不要只顾自己啦。真侪民众若是拄到类似状况，拢会想要出手斗相共。这恐怖攻击事件就发生伫咧昨下晡1点多，新北市中和景安捷运站，就算毋是上下班的时间点，捷运站嘛是还佫有真侪人来来去去。代志发生后，并才去捷运站内底请人协助，嘛赶紧向警察报案。27岁赵小姐准备坐捷运上班，结果头前出现一个青粉小姐，行甲真紧，伊就感觉毋是势，所以就赶紧闪开。毋过想到伫咧无方便时，腹肚却对方拍，佮因为赵小姐的腹肚有一粒5公分大水流，伊就开始感觉会惊，后尾先去捷运站找人协助，去病院验伤，才知影腹肚有刺伤。本所随即派员至现场查处。经调阅路口监视器，已查明加害人身份，并将其带回派出所厘清。警察抓到35岁姓陈的查某嫌犯，讲迄天是经过，不过已经毋是头一摆犯案。伊甲警察讲，袂记得家己伫咧做啥，不过若是有人挖过去，伊的动作就较大。警察已经请家属加强管制，就惊佫有随机攻击，增加受害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